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6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了解过年前传统市场的物价状况，避免有店家无正常的起价，市长黄伟哲上午会同相关单位，前往水仙境市场访查。除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嘛关心市场的防疫工作，希望民众会当安心去采买。农历过年前，各大传统市场拢出现不少采买年货、年菜、年料，为了确保价销透明化，避免有业者借时机来起价。市长为挑一透早伫经发、卫生等相关局处陪同，在前往水仙境市场进行联合考察。市场发现部分蔬果受顶一波寒流的冲击，以及猪肉需求量较大等原因，价销小可有波动。不过，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物价也算平稳，并无伤大变化。快要过年了哈，所以说各地的物价开始，大家会觉得随着年节的季节性会有上涨，但是因为这次又有这个进口猪肉的影响，我们还是希望说。国内的消费还是要维持在一个稳定，但是要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这一年来，坦白讲，从2020到2021这一年来应该没有外国的观光客来。没有外国观光客来，其实消费人口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想物价维持稳定，产销秩序和平稳，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常态。当然，这摆市府联合客在重点除了物价以外，市场防疫卫生工作嘛是焦点。市府表示，这部分一直都无放松，持续来宣导，欢迎民众到市场安心采买年菜。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美约台南北区分校一群热心的老师，伫咧推广音乐、甲舞蹈教学以外，为了让独居老人买当享用年菜，特别向家长募款，同时结合阿哈饭店，传出一顿年菜便当。上午一一送到95位弱势长辈手中，场面温馨。这群4到5岁小朋友，随着音乐的跳动甲认真的演奏，都要对细汉开发因艺术天分。特别伫疫情的冲击，老师竟带来因来到户外分享在家，还是做公益。特别要过年，社会节角落也受孤单需要帮助的弱势，所以伫美约台南北区分校号召之下，除了家长捐款响应，嘛结合阿哈饭店专门替独居长辈准备的一顿年菜组合，上午正式关键，场面相当温馨。如果能够把音乐又结合公益，那就更好了。所以饮料里它刚好是阿霞饭店，它能够做餐点，所以在办了2场为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游乐园之后，我们想或许还可以再做什么，然后恰巧看到一个期刊上面写的，独居老人是志工要掏腰包自己去购买餐点，那我觉得很不舍，所以我才想，或许我们过年前来办一场独居老人的年夜饭。因为其实现在疫情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办大型的聚餐活动，那也很可惜。但我们还是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所有的一些独居老人，或是大家，可以让我感受到一些温暖的爱心。关键记者会中，中西区区长萧泰华、议员洪永峰、陈义丁、甲社会局科长拢出席共同见证，连小朋友嘛成为公益小天才，感谢各界共同出席这份爱心行动。感谢这么多人的分享与爱，期待更多有能力、有实践力的好人共襄盛举，分享给所有的居长辈们一顿暖乎乎的年夜饭。消息表示，这摆爱心便当锁定中西区20里73岁以上，总共有95位独居的长辈甲家属日后受到帮助。会中区长嘛代表献上感谢状。
这次我们总共对我们中西区我们有95位的独居长者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年夜饭，爱无限的一个温饱那也感谢这样的一个义举希望说能够发挥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让我们能够大家都知道说，让我们能够知道说社会处处有爱心会后之间嘛，伊会将小小的便当送到弱势手中，相当的感动。有责任强调，透过民间艺术来美化人生，还是爱心公益，嘛是一种幸福。因会继续办落去，邀请大家1月31号到店过来因料理，参与爱无限的园游会甲音乐响宴。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让现代人食了新鲜健康无负担，由医学中心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医师共同创立的新鲜蔬果行，26号正式开幕。强调以着在地小农特产，一方面帮助小农提供优质的蔬果，另外也引进健康的概念，结合现派果子节无糖的优格，希望打造蔬果行零废弃的目标。位伫北区育成路一间装潢现代、佮具有流行线条的店面，不但中央设入蔬果吧，而且墙面佮摆满各式的小农特产的新鲜水果，强调产地特产的水果行上午正式开幕，希望结合小农，打造优质健康的新概念。水果我一直相信台湾的水果是很优质的那我们创始这个理念的一个初衷，也是要帮助我们的一个小农所以我们会希望把台湾的农产品能够做出一个很有的价值的感觉，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未来可以销售到国外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那就由这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从产地小农，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创始的一个中间一直到我们的客户，然后再导入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本身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叶俊廷，为了让民众吃得健康，甲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创一间蔬果行。一方面除了挺小农为台湾的农产来行销，另外嘛导入健康的概念，未来将标示水果的营养成分。融入现打蔬果加无糖的优格，打造蔬果行零废弃的目标。一般来讲我们的一个生产会跟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运动、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相关。那基本上生产会受我们的饮食影响，大概至少50%以上那我们的饮食部分我们会注重很多的营养，像是我们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有一个蔬果类蔬菜水果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蔬果费水果这一部分我们会有一个热量的一个建议，然后甚至未来会推出所谓的健康餐然后无糖优格，然后还有一些水果的一些切盘等等来作为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目前创始店内面所卖的水果，大约8-9成拢是台湾的优质水果，进口的只大约占1成左右。未来将结合卫生商店，甚至开直播来接受民众的预约订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知名连锁咖啡业者持续伫台湾扩展版图，现主时跨出北台湾，来到台南的小北啊，开设南台湾第一间门市。这间店嘛是目前伫台湾旗下占地上大、座位上介济，同时拥有唯一的亲子活动空间的门市，将伫12月27号盛大开幕。对日本名古屋起家的连锁咖啡品牌克美多咖啡，正伫北台湾积极来拓展。现在因也进军南台湾，第一站就选择台南小北仔，开设了湘北地区以外的第一间门市。这间小北仔店也是现在占地上大、店内座位上侪，同时也是唯一有亲子活动空间的门市。伊也将要伫27号盛大来开幕。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面积的总坪数超过130坪，这对我们台湾的克美多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店面。那另外第二个 number one 就是说，它的总座位数高达117席。那我想，因为目前我们在双北地区的不管是直营店或者是加盟店最高大概差不多是在100出头左右。那它也是我们全省坐席数最多的一个分店。那另外就是说，它现在目前也是我们全台
唯一一个在店内有设置一个亲子阅览区这样的一个分店。我想这是一个对亲子客群来讲非常友善的一个店面。因为看好台南的市场，认为台南的民众对着日本品牌的接受度较悬，加上有适合的加盟者，所以也选择跳过中部甲其他的地区，选择台南。因为今年度我们科美多品牌的一个整个布局大概会着重在台湾的6都。那目前在台北、新北还有桃园，我们大概都已经有开到直营店。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在台中、台南跟高雄这3个城市。那因为刚好就是说我们有观察过，也有做过评估，其实我们认为台南人可能对于这种日系的品牌跟接受度其实是蛮高的，然后再加上说我们有比较优质的一个认同理念的加盟主，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先从台南这边，我们看好它来做第一站这样。记者会当天，市长王伟哲甲立委陈廷辉也拢亲自出席。市长除了品尝店内的餐点，也肯定业者选择台南，相信对因未来拓展其他的地区会有真大的帮助。直接跳过台中、高雄，直接来台南，显然台南一定有一些元素值得科美多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没错，台南的市民朋友们嘴巴很挑，那能够经过市民朋友的考验，那一定是这个打遍南邦里都没有敌手的哈。在我们整个小北商圈，说真的，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店面、不同的商机，然后一起注入我们这个小北商圈的活水哈。因为无同款的这个行业，无同款的经营力量，可以吸引不同的客户、不同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就会有聚集。所以很感谢我们王董事长，然后这样的一个发想，然后结合我们科美多这个连锁企业，然后这有品质保证的连锁企业就是有品质保证。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所以这种会使体验国外风情的店家也备受欢迎。业者除了欢迎民众来用餐，同时也强调因的空间规划也拢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我想可能在没有办法出国到日本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来到科美多就好像到这个日本名古屋，可能大部分的客人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我们也非常欢迎的。那我想在这种疫情的时代，因为我们科美多本身它就是一个像这样可以看得到都是卡座，然后有一个安全距离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想客人来这边都可以很安心的一个享受用餐跟喝咖啡的一个体验。科美多咖啡小百仔店内空间运用大型的钟楼、甲舒适的碰椅、甲装饰，打造优美的用餐环境。同时，科美多咖啡上知名的就是伫早顿的时间，到店内买一杯饮料，就送一份厚片吐司。这个特色伫台南嘛是袂使欠缺的。加上小百仔店周边好停车，相信未来也会成为这个地区民众上喜爱的店家之一。业者也强调，接下来因也会持续伫台南其他地区来开店，请市民搁等一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咱树的猪仔是台湾特有本土猪的品种，为了避免疫情入侵，互本土猪种消失，农委会特产试验所将冷冻保存15天的咱树猪精液成功配种，而且生了14只的猪仔囝。畜产试验所26日举办年终成果发表会，包含鸡鸭群上的寄生鸭、大鸡大利的华东斗鸡成绩，以及精益求精的本土蓝羽猪精液冻存15天再现还原定主题。蓝羽猪，经过冷冻经营15年之后，我们又能够继续把它来做解冻，然后去做受精，这个就是生物技术。那我们也非常关注非洲猪瘟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民间的这些黑猪场，我们把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种公猪的精液或是卵或是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保存哈。这个就是为了要预防万一非洲猪瘟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还有这些种源的这些生殖的细胞，我们可以做后续的这个应用。这些都是超前的部署。那我们也很重视。刚讲的有机，我们也有相关有机饲料的开发。除了猪、鸡、鸭等成果发表，畜产实验所伫2020年，某4项研究得到农委会制裁权保护运用奖励，得到优质农业研发成果管理单位奖的肯定，表现是相当的优良。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打造友善城市，市府交通局为去年开始推动会当发出声音的智慧号志。互市众朋友会当安心啊行，到目前已经有12位的路口有设立。市长表示，因为资源有限，无障碍交通号志需要一步一步建立，市府一定会持续增加。对着市众朋友来讲，无法度行出门，除了路边障碍有一大无法度安心的，就是交通号志。不过现在市府已经完成新营火车站等12位路口来设立新型的有声号志，经过测试甲体验，上午正式对外发表。包括全国10大杰出爱心妈妈，甲现场的市众朋友，拢公开肯定。除了希望扩大设立，也好市民经过号志路口，加一份耐心，互因会当安心通行。这是一个友善的城市哈，所以说希望各位市民朋友能够多一点体谅跟包容所造成各位的噪音上的不便请大家能够多多体谅市长已经在这边已经为我们视障朋友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友善环境，就是让我们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它是有声音的，然后在过拉链式川流线的时候，它是有类似导盲砖的导引，能够让我直线走到对面，它不会让我走偏。那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对我们非常好。如何营造无共障碍朋友更加友善的交通环境？市长表示，参照这款号志设立，就是一个起点，必要一定的努力来增加。我愿意看待这个是一个对视障友善环境的一个起点，而且对于视障友善环境的一步一步的充实他们的设施，而不是今天已经跟各位宣示，我们已经完全做到100%，所有的路口都能够对视障人士友善。因此呢，请各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也会努力来建制这些对于身障人士，不管是视障或身障或其他的障别的这个友善的设施，向无障碍环境再往前再走一小步。高龙哥表示，今年的预计将增加4位的智慧有声号志，总数达到18位路口。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元旦连假以来，就去引真济民众参观的六甲区落羽松森林，现在由六甲区公所规划落羽松上风节开幕活动，将伫个30号登场。市长强调，现在疫情较严重，大型的活动拢取消。不过，这种大型户外空间，加上民众做好防疫措施，嘛是一种健康的旅游方式。位伫六甲区省道边仔的落羽松，是周边的牧场所种的。这几年因为一大片红色的落羽松被民众发现，成为拍卡的景点之一。现在伫六甲区公所的协调规划之下，增加了停车场甲流动便所等设施，互来观光的民众更加方便。日前因为寒流的关系，所以互落羽松拢开始变红。六甲区公所也特别规划了发现落羽松6只松鹤园的主题活动。互民众伫区公所种的花海甲装置艺术之间佚佗，开幕活动将伫30号登场。市长王伟特日前也特别前往现场视察，邀请市民朋友伫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来台南佚佗，体验一场健康小旅行。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上，这个景点是无心插柳成荫，而且基本上我们感谢这个企业的一个支持哈，他们原先在栽种落羽松，在现在终于变成一个观光景点。那当然，市政府也感谢六甲公所的营造，把这个地方不管是停车或是这个整个的秩序都能够营造好，避免影响到省道的交通。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公司两倍，而且可以让这个地方将来变成一个新的亮点。那过年期间大家避免这个大型群聚活动，但是在这种各自的散开的这种开矿空间，能够度过春节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台南市开辟了一些花海，还有这个落羽松，都很欢迎大家一起来，营造一个台南市快快乐乐的健康的一个城市。今年配合防疫政策，民众也需要量体温、挂喙罨等防疫的措施。当时出席6家的南六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也捐赠脚踏车予游客来使用。除了落羽松会使去上拍卡以外，周边的6甲区、柳营区等区域也有规划各种丰富的活动。欢迎去落羽松佚佗的民众会使顺续来一逝社区小旅行，体验台南无同的风景。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有健康的员工，才有健康的病人，这是省大病院院长沈梦如的首要理念。所以，省大病院为108年8月开始，就规划50岁以上的员工，加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来照顾病院员工的健康。肺癌是国人死亡率第一的癌症，讲是国病1.5都未过分，而死亡率为何会这么悬？原因就是发现了上晚。省大病院照顾员工健康，规划50岁以上的员工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全院总共有660人同意受检，607人完成检验，最后检查出有21人确诊肺癌，所幸发现了早，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肺癌目前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它的发生率、死亡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它是我们的国病。那这个国病对员工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现在4癌衰检里面并没有这个肺癌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医院的那个肺癌的治疗成果是非常好的，等一下我们会秀一些 data 在上面。所以基于这2个因素，所以我们会觉得员工可能做一个肺癌衰检，对员工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衰检的总共600多个那个员工，那里面有差不多2.6% 是真的有肺癌的那个部分哈。那我们是将这些病人都是做了那个肺部的切除，那个肿瘤的切除，成果非常好，大概95% 左右是第1期的。只有1个病人是第3期的肺癌，需要做后续接受那个最佳的化学治疗，所以这一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好，因为第1期的治愈率应该是将近100%。肺癌死亡率非常的悬，关键就是敢有一早发现并介入治疗，而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肺癌就是一项重要工具。省大病院外科部长曾瑶玲指出，只要是50岁以上有食薰习惯，也则是家族内底有肺炎以及肺病个人事者，上好爱到病院进行相关的咨询评估，并安排检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5度到22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